嘅声音嘅户外实境节目，山拿、河巴、太海都系人哋学教，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体验真正嘅快乐。也归出太到台湾本岛，还会去到离岛接受各种嘅挑战咯。有的任务爱自家来完成，有的任务就要同别人共下合作了。在竞争同合作当中，考验大家嘅耐力、体力同智慧。来，共下来去教哦！澳洲新发扬中，耶！上一期的澎湖嘅63年第2看起了，认识嚟用珊瑚沙同咸湖沙去嘅铁石建筑，韩学验冲报告，大家都搞到猛吉跳。也下良先嘅係葉碧樂、林玉欣、羅順利，簽時落後嘅係戴佩儀、李佩賢、林小賢。喺馬祖嘅63年，係桃園愛國小學打太鼓，過後去鳳鳳龍彈鼓，韓國學習樣嘅操作通力差。也下結婚係阿伯爺親哥，陳娟、阿正義啲嘅背後，阿子怡、阿葉玲、阿健樂愛到加油了。也是人愛對馬祖來開始挑戰。唔知馬祖有馬家名山。馬祖講嘅話，老客家話完全冇可用，真經很神奇哦。這邊嘅服我強都係石頭夾起來嘅。我發現迄邊嘅草們特別些唔知做乜嘅。雖然吹了一年海風，也唔係有黏黏嘅感覺，同舒爽咧。馬祖，幹嘛嘅人到馬祖呢？看起來大家對馬祖都沒按了解。好，今日頭一個任務，大家就打幫馬祖體育嘅食物來認識馬祖菜體嘅範圍。當貼片嘅名嘅，當上演一種問題卡，聽錯愛圖市場導航揾到正確嘅答案。請選中來韓國講錯嘅23人各得1分，韓國會係基本一個吹獎。地餅的地是什麼？一個賣多少錢？狗面為什麼叫做狗面？有什麼材料？好，下一位。餅邊糊是什麼做的？有什麼特別材料？什麼東西發音很像當官，拜灶神的時候會用到的。金條是什麼做的？吃起來是什麼口味？蝦皮是什麼？一斤賣多少錢？第二名，狗面。哇，當到冇聽過嘅名嘅呢，原來係乜嘅呢？請問哪裡有在賣蝦皮？蝦皮哦。蝦皮。蝦皮哦，蝦皮在下面，另外一家。哦，好，這邊嗎？對，在下面那個掛燈那邊沒有店。沒有掛燈了。沒有人呢，這感覺不是一間店。福州話家常面叫狗面，所以他們翻成狗的面。其實它是家常面。有什麼材料？這是麵粉啦。就麵粉。對，麵粉做的面條，它是用擀子擀。就這樣。對。狗面就係家常面。地餅。用米。對面去望。對面。好。這個地餅的地是什麼意思？地餅是那個蚵仔煎那個意思。原來的就係蚵仔。請問一下，你知道什麼東西的發音很像當官，然後拜灶神的時候會用得到？拜灶神。就是豆腐。豆腐，它發音不像當官呢？福州話。
福的话就豆湾就是当官的，豆腐。豆腐。豆湾嘅发音像係做官，真嘅动神奇呢。小阿妈，请问你现在黄金饺是什么做的？黄金饺地瓜太白粉，吃起来吃的 QQ 很好吃。哦，好，谢谢。这道菜是我们马祖特产，好，最好。谢谢，我知道了。黃金餃原來係番薯做嘅。答案是豆腐。答对了。耶！豆腐，豆腐，我爱豆腐。好像已经有些回去了，他们也太快了吧！恭喜青椒完成義務嘅阿健樂同阿正義各得1分，韓國係行業義務嘅村長。就是找最近的，因为他说很简单，所以我就直接找最近的，直接跑过来就好了，走过来。也得愛獎片來先出現了。罗妹，好，罗妹是我的。你本来想要选谁？就是他们两个啊，然后没想到猜输还是他们两个。因为罗妹她手很巧，然后因为我们要煮鱼面嘛，所以说，而且罗妹煮饭也很厉害，所以我选罗妹。然后她呢，因为她的智商还蛮高的，然后也还蛮聪明的，然后蓝眼泪很多颗。够了，好啊，不能跑了。馬祖有一種當出名嘅面，按當魚面，食起來當 Q 當成牙。今晡日就會請大家來做魚面，聽聽我來進行體驗任務小廚師比賽。做300條，自家去買食材同配料。好，先來看下大家都買嘅乜嘅材料啦。还有在卖做鱼面的鱼吗？鱼面的鱼，你们知道鱼面是？没有卖。哦好，没了。那鱼面的鱼是什么？鱼面的鱼已经做在面里面了吧？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那个马祖传统的鱼面怎么做？他们听懂？鱼面就是要一些肉丝、芹菜、大白菜，下去炒，香菇放。炒，所以是炒的汤，不是汤面。汤，有人喜欢吃汤的，煮火锅吃；有的喜欢吃炒。调味的除了盐巴还要加什么吗？盐巴炒啊，然后加一点香油啊，香油，加一点点胡椒粉啊。好，谢谢，谢谢。先去菜摊看一下，挑一下，这个。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鱼面怎么做吗？鱼面先拿去用水泡，用水泡。泡好了，你那个葱还是大蒜啊，那个红萝卜会在里面。其他的像高丽菜、香菇这些都可以自己可以自己搭配。谢谢。海王大人吗？对，有卖小鱼干吗？不然有。马祖人超有人情味的。好，我们没有要买了，我们要回去了。回去吧。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马祖鱼面，材料有小白菜，然后木耳跟香菇、蛋、肉，还有鱼面、鸡葱、辣椒，还有姜，还有芹菜跟一包香油。好，现在拿出我们的食材有葱，然后胡萝卜、高丽菜、香菇、芹菜、鸡腿肉，然后还有小鱼干。哇，兩嘴都買嘅貴州嘅材料呢。好，6個廚師愛準備開始練功夫了。我係小廚師，兩嘴喺限定嘅時間內各料理出一片魚面，由蔡天然同工作團隊試食過後來打分數。我負責煮。以琳負責切，然後他負責就是幫忙倒油之類的。然後再來是我來一下，給我一下。以琳這樣可以了嗎？泡的這個程度。你怎麼可以這麼隨便呢？你是主廚呢。蔥跟香菇那些調味料就放一起，調味料都放一起。好，這個 OK。OK， 放在这边。你打开肉，然后先泡水。
好，这样好，你拿回去泡水，你先拿回去泡，就放在那边，水不用倒掉，我们最后再倒就好了。我觉得太大了，可以吗？还好，应该可以吧？可以啦，牙齿都很健康的。我觉得合掌，好香哦！哎，我跟你讲，我们可以把这面拿去泡冰水，会比较 Q。我们做到把面捞出来，烫完面了。这好像有。然后接下来要开始炒料，所以那个锅子先放在旁边。你先把面盛过来，我要开始爆香。我们的蒜头不见了，没有蒜，没有蒜，那就算了。没关系，一点点就好。好听，天哪，够了，受不了你。要不要？不是你放青菜干嘛？我要爆香啊，不然不是你放香要青菜，爆香是没差，用掉跟你重切快点，要来不及了。干嘛放青菜？我太大了。都买。为什么爆香要用青菜？这我也不懂。因为我们只有芹菜，我就用芹菜替代蒜头。有点怪。你看爆香不一定要，其他的急要。爆香不一定要。干嘛一直放芹菜？芹菜不是这样放的。这不是芹菜，这是葱。好，你现在用干嘛？你看。现在不需。现在是时间。怎么样？你看看了，时间够了，够了。好，我们要先冷静，我们如果没有冷静，一定做不完。好。在做的时候其实有点一团乱，然后我跟陈娟还有稍微吵架一下，因为都觉得对方有可能会做不好，然后又希望赢他们，就是另换绿队。哦，煮汤，开火煮汤，小火。我们现在倒小鱼干进去做汤头。我今天选的队友是以琳还有博瑞，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以琳很可靠，因为以琳做菜很厉害，然后博瑞帮忙也还不错啦。好，快炒，快炒！你有事吗？哪有人叫你那样加的？没差了，你就直接炒。盐巴。好，我真的很傻眼。再多加一点。好，快点！你们不要一直乱加，好开心啊！木耳在哪里？木耳还没切，没下。木耳要切。我要冷静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情绪好激动。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没关系，你就炒。不是我理想中的那样。可以吗？太甜了，太甜了，香菇太甜了。那再加一点。然后面再熟一点。面硬。就是平常看奶奶的时候，就会煮菜的时候，就会看她忙进忙出，然后又跑来跑去的，就会觉得说她会很辛苦，所以我想要，就是以后可以去帮忙她跑腿。怎么了？是缺味道还是怎样？我告诉你，全部都芹菜味。总算两岁都完成的小厨师任务，接下來兩歲愛國情意的菜天人來試食，1人1粒蘭木子，本清好食的嘅脆。还不错，只是比较淡了一点，对不对？这个味道也很好。OK， 就摆这个。好，一下1:1大蘋果，沙丁係工作團隊派2、3人來試食。肉有没有熟？有啊，都很熟，一定有熟的，你放心好了。呀，較好食。你好好食。跟磨咪，要有咪。你也有啊，你喺拳吹痛到咧。唔係，佢唔食。你開妹下有。呀，較好食。還是有2下好食。較好食。冇想到兩歲竟然平分。就过程快乐就好了，输赢其次啦，这样就好了。
要来看澎湖嘅条水人呢。今日澎湖水来到马公市区，来看下人工嘅阿家婆嘅澎湖湾，上来有几奖嘅。澎湖嘅用为安泰，韩国先人做地做边。石法通还有马嘅做嘅，香港还有太好嘅地图嘅食物做嘅。澎湖一条安泰爱做马嘅防晒呢。除了做船做，还有马嘅办法。澎湖嘅先人装扮都有名，是用马嘅做嘅。等好，大家都힘嘟嘟嘅，向下来寻答案啦。大家啲嘅购物嘅喏，用为按紧做。哦，原来係啲嘅搶燈呢，係真實挑戰以前嘅熱身賽，總共搞200，搶到前面一張燈嘅人就得1分。恭喜阿 P 同阿小贤各得1分。那里，他是放先也唔係一般嘅人家嘿，來到呀愛情馬上咯，有人才冇啊？哦，原來也特別係澎湖麵線嘅故鄉，是為啥去？澎湖嘅麵線單單都係地下做嘅哦。一下大家就愛來學樣嘅做手工麵線。第一个步骤就要先把它转动，这样转这样有没有这样把它挖开你就照我这样做按你们一个人就一个人做一个动作，你们都有摸到或者等一下我们在5分钟之后，我们再就要弄个大圈圈了，它越来越长了知道像这个盘子差不多这么大，就是大圈圈了。好，来，你们就拿起来，拿起来这样，就把它弄好了，给它换个我们再醒个差不多5分钟。现在我们开始做第3个步骤。第3个步骤我们就这样拿起来一边甩，这样甩，这样甩，这样甩了，要甩成一个凹字形。把这个过程怎样一直慢慢搓，慢慢长，这个过程怎么做就知道就可以了。师傅，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用机器做，但是为什么你坚持用手工做？现在机器做的是比较不辛苦而且比较速度比较快一点我用这样做的话，当然是比较累，因为手工的话它 Q 度比较好，也不会破坏。好了，麵線總算變到假嘅紅嘅，不過也嘅任務上來愛挑戰乜嘅呢？分麵，搭上人有200幾飛，專家會選出分來稱好嘅2三人，各得1分。乜人會贏？會係手工麵線嘅傳人咯。对，一边甩一边对。好，再让它松弛一下。恭
然后我们看那师傅做的时候，他就很轻松的就把它用好了，然后看着感觉我们自己也可以，可是没想到那个其实很难用。好像很专，对，好专业。对，很专业。等一下，我看看哪一个比较好。OK 了，我们分2段式，来，这样就可以了。对，第一段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够长。甩的时候啊，一边的力量没有控制好，然后就会造成很容易断。松松的甩，不要拉得紧，甩不动。哦，对，后退一点，不要太松。因为它技巧好，而且在拉的话，一下子看我这样做的话，它一下子很快就进入状况，我觉得看了就领悟力比较好。哇，头一到做就按顺序的阿小贤、阿玉心很强哦。不過天二到進步動到嘅阿姨樂、阿 P 二觀察力未當好哦，恭喜佢也得各第1分。澎湖嘅一天一條冬辣，寒天又有鹹鹹嘅海風，來到呀天初愛好響，用嘅風勢，用嘅風風，也係靠海60零人嘅成法智慧，大家來看下學用嘅顏面啦。顏面5龍，拿書拍來學用嘅顏面，先入完成的前3名各加1分。原本是一張正方形的，然後我們折下來，變成這樣子，然後我們把它繞到後面來，然後到你的眉毛這裡。今日來教顏面的先生係澎湖縣龍門國小嘅同學，一到同學傻傻主動有本領，除咗教顏面功夫，也到過後每位同人橋下完成任務哦。然後這樣子就蒙好了這個蒙面女郎的步驟。顏面5龍同顏面協喺澎湖那就看得到，你喺澎湖也爭有嘅見識咯。主要就係愛同湖裡面嘅家電，像木竹無顏，也係要嚟防曬防風嘅好方法。這個可以。哇！阿玉心動聽，婷婷就耍到顏面的優良，恭喜阿玉心頭一類完成，阿姨樂第2名。阿 P 賢同阿 P 做得講同時完成，都係第3名。面 M 都是在限定一下，都本唔出馬啥係馬啥嘅。澎湖嘅任務又精彩又好搞，大家都體驗嘅平常時體驗唔到嘅挑戰，未都表現到當好哦。一下嚟到任務嘅積分，馬祖由阿寶瑞簽時2線，阿正一第2名，其他成員每張手掌1、2分嘅聽聽。澎湖吹時呢，哇！阿姨樂同阿玉心楊東東，阿 P 阿順利阿小賢手掌冇乜解，阿 P 賢簽時落後。嚟到任務還有東東神奇嘅挑戰等等大家，聽錯愛記得看下一期嘅節目哦。講誒摸唔錯，也說不愛捉我哈扣哈扣，多少？也說愛哈扣哈扣，這麼的，謝謝，愛你，謝謝。哈扣咧，也說愛哈耶，你講誒摸唔錯，也說不愛捉我哈扣。